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我好鍾意用木去創作，因為每一塊木板驟眼睇好似一樣，但你細心啲睇，紋理、節點、光影都唔一樣。就好似我哋每一個人經歷唔同，心入面藏住嘅故事都唔會一樣。一人一世界，有啲嘢只有自己知道。今日我選擇用我雙手慢慢咁做一啲小嘅筆記本，而將來每一頁都將會成就住心靈嘅小故事。有啲嘢用雙手做出嚟，就會多咗一份靈魂，一份溫度。唔使急，慢慢享受過程，依靠自己嘅直覺，有啲 idea 會自動浮現。我用嘅係竹板，相比起一般嘅木板，佢嘅紋路更加細緻、豐富自然，好適合做一啲好細嘅作品。係㗎，冇對錯㗎。只有選擇，選擇你認為最適合嘅就夠。每塊都好有個性，就好似人一樣，每條線條都記錄住一種生命嘅節奏。但係木板嘅厚度唔能夠太厚，我選擇咗用2mm，咁樣夠堅固得嚟，又唔會太難揭頁，因為揭頁本身都應該係一種溫柔。當由呢一頁返去下一頁，我哋就可以享受時間嘅旅程。畢竟呢一趟人生嘅旅程，我哋都只不過係一個過客。除咗手工同埋選料之外，將視覺藝術同設計融入去，作品就會充滿生命同個性。一塊木板加上一啲顏色，一啲溫度，不知不覺間就成為咗一種療癒，又或者係一場靜心。睇起嚟近乎完美嘅呈現，都係經過反覆思考同埋嘗試。例如竹板上高嘅小孔係正方形而唔係圓形，因為要配合嗰個扣。我發現正方形嘅小孔翻頁會順好多。設計唔只係靚，而係要令到人感到舒服。當然啦，試過錯過才能夠達成。人生有時冇行到你想嘅方向，但終究都會到一個最適合你嘅地方。我用嘅係活頁設計，內頁可加可減，畫錯咗唔緊要，撕咗咪再畫過咯，唔一定要一次過啱晒㗎。你可以改，可以重新開始，可以放低唔需要嘅嘢，留返真正重要嘅。有時犯錯本身就係必要嘅過程，停下嚟，沉默、混亂，都只係為咗準備一個更深、更真實、更屬於你自己嘅版本。日後喺其他影片入邊，我將會同你一齊打開呢啲筆記簿，一齊畫，記錄屬於自己嘅旅程。一個善意嘅念頭，一口慢慢品嘗嘅茶，一頁空白，我哋一齊填寫。只要你願意出現，我就會陪你慢慢畫落去。真正嘅同行係當你學識靜靜咁樣同自己相處。如果你都鍾意將藝術融入心靈嘅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， 有你嘅支持會好好多。